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1月27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头起先，咱先来看这入秋的头一阵冷气团是已经到地，漳州玉山的气象暂时降到零下1°3，而且佫有结霜。气象署就表示，对今日开始，这北台湾是愈暗愈冷，预计拜四暗到拜六的透早，平地早暗的上气温可能无90度。玉山铁栏杆顶面结一站霜，气象站人员伫顶面写字，规个气象设备拢能结霜啊！拜二透早，玉山上低温来到零下1.3度，天气冷叽叽。气象署表示，拜三到拜六带着冷气团落南，各地早暗上低温可能无到10度。北台湾这边可能就会来到10度，甚至有10度以下局部的低温出现。那在中部及南部这边平地也可能会有11度左右、10度左右的低温出现哦。是不是会阁落雨？气象署表示，拜三带着冷气团落南，会甲大冷的空气带来台湾。拜三到拜六，台湾拢是大冷无雨的天气形态。明天一直到周六，普遍都是晴到多云，比较晴朗稳定的天气形态。气象署特别提醒，拜三开始要特别注意早暗温差变化，尤其是日头落山了后，各地温度会降真济。中南部早暗温差差10度，北部差不多7度。气象署提醒民众，这几日拢是大冷的天气形态，乡亲爱穿好少。记者戴阿轩、谢桂玲台北报道。继续来关心天气，今日这入秋的头一阵冷气团到地，全台湾拢明显降温。咱做伙来看温度。今日这平地上低温是一个苗栗的公馆12.7度，北部温度是较冷，中南部是凉凉。不过这日夜温度是差真济，大家都要注意。今日是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出日头，敢若这华东地区可能是小可落雨。另外，今日东北风是较透，这苗栗到台南沿海较空旷的所在，也佫有恒春半岛、南苏绿岛偏乌，可能是出现9级到10级的强阵风。新竹以北东半部沿海空旷所在，甲金门马祖风脉较透，这海涌可能是加到3-4公尺悬，都要注意安全。这天气哪来哪寒，提醒大家都要注意身体状况。亲像这10月到今，这流感的重症都已经有250例，41例死亡，拢是这10年来降期上界悬的。疾管署就表示，这礼拜冷气团到地，12月疫情可能会愈严重。另外，这肠仔病毒的疫情嘛真罕见，一个寒人要继续流行。若是细汉囡仔染着，连这国校啊、甲国中生破病嘛增加。头一波带着冷气团要到啊，气温雄雄降低，使得流感病毒嘛强要流行。根据疾管署统计，今年10月流感季节已经累计250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其中41例死亡，拢创下10年降期的新高，而且死亡个案拢无注流感疫苗。预估12月中下旬就会进入流感流行期。看起来就是说是以没有打疫苗的长者为主，所以我们才会特别呼吁这段期间尽速去接种这个流感疫苗，来以免就是说秋冬这一波可能预估是 A 型流感会流行的这个疫情，会导致更多的重症跟死亡的发生。那流感疫情升温，肠仔病毒疫情嘛真济。顶礼拜全台湾因为肠仔病毒门急诊就医达到26000多人，比前一礼拜升14.8%。预估疫情高峰会延后，可能伫12月中，一礼拜就医的人次都有3万人次。特别注意的是，这届感染对象除了细汉囡仔、国小加国中生个案嘛有较济。国小跟国中的学生也有增加这个肠病毒感染的个案，虽然这发烧不是很明显，可是有可能会嘴巴破、喉咙痛、手脚明显的出红疹。疾管署提醒，当季肠仔病毒较罕见，嘛是8年来头一届肠仔病毒流行到跨年，爱到明年1月中下旬才会脱离流行期。所以会发文给教育部，提醒校园内爱过来洗手加消毒。另外嘛，呼吁符合公费流感、新冠疫苗注射对象，量早注疫苗，降低感染了后发生重症加死亡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伫咧世界12强棒球赛摕到冠军，将下晡棒球英雄台湾上勇的大游行是欢迎英雄公映回国。这球迷是甲开刀切甲直通通，那欢呼那唱歌，而且嘛有一寡民众是发挥创意，家己做牌啊迎接台湾英雄。
世界12强棒球赛台湾一战全球出名，回国了后英雄有型，大家穿有台湾之样的帽仔 T 恤，在总教练张和区的带头之下，台湾挂金牌欢喜的国旗对凯道高雄路口出发。家政妇们在哪里？尖叫声！连线这个时候，如果喊说啊我老婆嘞，应该很多人会看着她吧。替补林家正正手游员着上保利，甲台湾队长单结线2人共车，呼球迷真少，大声喝休。游员佫摕手机记录这个珍贵的时刻。这届棒球英雄台湾上勇大游行，游员28人拢到，教练团、整肃人员、后勤团队、战车队也做伙享受公营。我们在英雄谷特别准备金色的彩花，因为他们拿到金牌嘛。除了在馆前路英雄谷漫天飞舞的金色彩花，要庆祝台湾队夺冠之后，民众呢更手拿国旗以及听台湾应援旗，甚至发挥创意要来迎接我们的台湾英雄。我们自己制作的，花多久时间做？昨天晚上大概3-4个小时，帮所有的台湾英雄加油，谢谢。对，因为他这次的表现很亮眼，所以就有被他圈粉。特地穿陈杰宪的球衣来，陈杰宪也太棒了，超厉害了。我老实讲，其实一开始完全不觉得可以进复赛，然后越打越好，忽然觉得好像有一点希望。如果大家是从这一次开始看球的话，以后多多进场支持中华职棒。部分路段除了加设战车站，现场的民众也做花唱、战声曲、台湾上勇，把气氛唱到上高点，学到咱的台湾英雄一粒一的表现。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嘛，伫咧总统府接见台湾队的选手，而且佫风声讲，这赖总统是想要甲500块的纸票的多样改做这届冠军队的意向。央行是表示会佫评估。也若是目前较真的是，这央行已经有开始咧规划12强的纪念碑。台湾队以4-0的好成绩成为世界冠军。3军2队打出代表公营的剑门来迎接台湾英雄。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在总统府接见台湾队的代表。赖总统是一个点名球员，学到因攻守拢有够赞。你们都是台湾之光，也因为有你们，国际社会会看见台湾，知道台湾不是只有半导体，台湾还有棒球。这场胜利阻止了日本的27连胜了。继续往前走，同时呢，也打破了日本国家队连续5000多个日子没有被完封。之前也许我觉得自己真的很渺小，没有办法让大家看见我叫谁，我是谁。这次真的很谢谢各位教练团，谢谢各位球员以及后勤团队，让世界真的看见了台湾的。往后我们能够抬头挺胸的走向国际的舞台，迎向国际。世界棒球12强，台湾摕到冠军，让全国拢欢喜甲。传出赖总统有想要甲这万500块纸票的图改做这摆冠军队的形象，对这央行讲，若有相关意见会审慎评估。钞票更新这个本来就是各个国家都会做的事情，那如果刚好也遇到台湾钞票要更新，我想那个在钞票内容上面把冠军选手的这个照片或者影像放上去，我觉得这个是蛮适当的。纸票要改版是真大的代志，央行伫107年目估算过，根据迄当阵发行的情形，500块是差不多发行2亿张，因的成本是6.66亿。若是要甲纸票含银角啊拢收转来，至少要开6年的时间，而且成本差不多500亿。即马嘛传出讲，为着要满足球迷的期待，央行已经开始来规划发行12强摕冠军的纪念碑。我在此向听台湾的英雄们致上最高的感谢，我们爱棒球的心超出了极限。行政院长杜英台中昼宴请国手，除了特别准备世多社的卡片予代表队，嘛承诺讲会投入更较侪资源，做国家队上坚强的后盾。政府爱做的，唔但是成立运动部，搁要组成更较好的后勤部队，予选手搁一摆替国家来拼公营。记者综合报道。除了总统府的活动，新北市政府昨暗嘛伫咧市民广场办台湾英雄的见面会，现场是1任9万人。也那教练甲球员嘛伫咧遐分享因的心声，咱就回来看。我们在进攻的时候，有那种我跟恰哥2个人就是在进攻的时候，我觉得那种精神的压力，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他们在这次的比赛里面，真的表现的真的是可圈可点，而且每个人都拼应该是1000%的力量。你在他们眼神里面看不到有畏惧、害怕的感觉，大家都没有反应过来，然后是真正看到奖杯
在我们手上的时候，然后就才反应过来，我们真的拿世界冠军。上去就是照着今天这边给我设定的位置，然后去积极进攻啊，对啊，就是有好的结果就很开心这样。在日本辛苦了，在职业8年，所以有很多很不甘心的心情，还有很复杂的心情在自己心中，所以刚好那天有机会去登板，就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就是想办法把球丢在不好攻击的位置嘛，相对的挥空几率就会提高，是，像3分就会慢慢浮现出来。谢谢在场的球迷，你们的支持与鼓励是我继续往前的动力，谢谢你们。感谢球迷，就是给我这个动力，让我们可以把世界冠军拿回来。上去的时候就是一直告诉自己说你可以的，你是最强的，可以。但是还是会发抖啦。我可以说就是尽量帮投手下每一球，危机才会比较不会有危机啊。不管是第几棒嘛，就是想办法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想办法上垒，让队友有机会把你送回来。因为这是一个蛮一级的国际赛，所以在心情上都会特别亢奋，所以其实虽然说有压力，但是还是尽全力上场表现给球迷朋友们。今仔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回来看。头先来看《自由时报》，一个细层的驾驶驶2档7个卡车去台南载晶片，当越过400公尺，煞是去互测到时速154公里。若是爱吃3万6的罚单，搁去互吊扣排照半年。不过，伊是走去监理站申诉，讲连跑车都无可能当冲甲遐紧。台南市交通警察大队的承认是设备故障撤销罚单。接落来看《中国时报》，教育部长宣布推动下领域学士学位试办计划，阳明高台顶8间学校参加。对113学年第2学期开始受理申请，明年秋天开始上课。各间学校参与的学生是以无超过5%为原则。上尾来看《联合报》，媒体人周玉蔻蔡玉珍是亚康前中华民国小姐张淑娟，甲前立委蒋浩炎开房间，迄阵确认是谣言。台北地方法院暂时判因有期徒刑1年6个月。张淑娟阁要甲这2个人，也阁有民事讨赔偿2000万，以交予民事庭来审理。性别友善厕所的标志。推动友善环境，屏东营总有设性别友善便所等设备。一位院内的护理师说，技术因为性别认同的问题，受到同事甲主管的歧视，出现伤害家己的行为，送病院急救，目前搁伫家护病房。家属指控是工课场的霸凌。管理阶层可以来明确的厘清事实，让整个事发到底是怎样的过程。那到底有牵扯到怎样的人事物，都可以很明确的有一个很准确的说明，不要让家属觉得就是不明。家属向民意代表陈情，希望病院全力救人，也查明细节。病院回应讲，初步调查是工课场性别友善无够，无算霸凌。屏东县府也伫顶礼拜日前往落检，要求牵连到性别平等的这案，伫7日内底启动调查，若违规特别罚。这不是一个职场霸凌的事件可能是跟性别友善不足的认知有关。根据相关的法令，也就是职业卫生安全法这个的规范持续的改善。推动性别友善，专家认为讲，干那设备到位是无够，上基本应该是培养性别尊重的观念。现在其实很多公部门也在做这样子的训练，就希望工作伙伴可以更了解性别多元的存在，上层者的性别意识是重要的，然后才比较有机会更积极的去推动这件事情。学者也建议同事之间开讲表达关心，讲话要有准则，尊重每一个员工对家己性别的选择，也会当尽量使用中性的语言，唔通拢用异性恋的角度来讲话。记者综合报道。当就任的劳动部长洪新汉昨头一个行程，就是走去发生霸凌事件劳法署北分署来视察，而且佫有提供伊个人的手机号码甲 email， 互当事人会当直接申诉。洪新汉嘛表示拒绝送礼文化。另外，这洪新汉佫走去看这前分署长谢宜用的办公室，讲伊这内底装潢确实无适当。
送礼的文化，接下来我认为都不该有，我也不吃这一套。为家己做起禁止送礼文化，新任劳动部长洪新涵2日头一个行程就先到律法署8分署关心基层同仁，嘛宣布非常时期用非常的做法，提供部长的手机电话、email， 和同仁有申诉的管道，一旦直接传达心声，都是反霸凌。我们会还是要把可以反映跟申诉的管道，我们必须把它健全跟完备，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但在那之前，在现在这个非常的时期，那我可能也会需要同仁们的一些提醒。洪新涵嘛取消署内5S 管理比赛，让同仁工作有尊严。另外，伊嘛视察前8分署长谢依荣的办公室，坦白讲请假较无适当，对谢依荣要求基层同仁爱用走的，洪新涵批评互人无尊严，真离谱，绝对无用稳固发生。去帮他做这些可能他自己觉得的品味上面的各种的维持，我觉得是过当了，甚至包括我也听到接受他要求在分数里面跑步，像这样的事情，我其实听了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我也觉得很夸张。针对律法署认列这样的问题，洪新涵表示会尽力向行政院争取原价。那时间，劳动部长柯明春、谢依荣出现涉嫌挪用公款，洪新涵回答专业配合经办，绝对公平。针对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公务员被霸凌轻生案，成立调查委员会，请公职。针对劳动部霸凌案，立法院听诉委员会2日提出2案，包括前部长何培山也甲谢依荣应该接受严厉谴责，并移送监察院甲检调。另外一案是成立调查委员会，若未党团最后以人数优势通过，列入院会议程。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长洪新涵打就任，这全高中就随开记者会，呼吁劳动部长就代了后一定爱先修法，或者公务员是有做工会权利，安尼才会当避免霸凌的事件搁再发生。新就代的劳动部长洪新涵伫接任了后，拜二就随到律法署8分署去关心员工。全高中拜二开记者会，提出建议，希望同款是社运界出身的劳动部长洪新涵，会当坚持原本的信念，维护劳工的权益。洪部长是社运界出身，所以希望伊会当成为咱劳工的部长，唔是官员的部长。全高中建议劳动部长洪新涵应该先支持公务员有组织工会权益，亲像这届技师因为受到工会受霸凌，行底路39岁姓吴的公务员，全高中认为伊上班的时间伤长，佮无多报加班、愈假的上下班卡，面对工作上的困境，却无所在通申诉。希望劳动部长赶紧定出修法的时间表，支持公务员会当家己组织工会，替家己发声。要支持开放公务人员组工会啊！如果在这一次的整个案件里面，公务人员是可以组工会的，我相信这个事情早就解决，不会有拖延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除了要求公务员要有组织工会权利，全高中嘛呼吁劳动部长洪新涵要替同款是劳动者的公务员出声，用劳动者的角度去呼吁行政院修法，而且要求5一劳动节全国爱休假，保障全国劳动者的权益，打造一个友善的劳动环境。记者第阿选谢桂玲台北报道。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昨早起是陪这司法院长被提名人张文正，也有副院长被提名人姚立明，加共是7个大法官的被提名人去拜会立法院的民进党团。也若是拜5的时阵，是会去拜会国民党团甲民众党团。不过，这国民党的立委李干受到批评，姚立明是有争议的，民众党团就表示会严格审查。7个大法官被提名人拜会牌伫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的陪伴之下，伊拉拜会立法院民进党团争取支持，包含司法院长被提名人张文正、副院长被提名人姚立明拢参加，现场气氛是真好。在法律的各种议案上合作经验非常多，所以大家都是老朋友，都是旧事了。所以互动起来当然非常的和善。腰带 OK 吗 ？OK， 谢谢哦。周五有信心吗？会见蓝白党团的时候？应该有信心。针对大法官人事案卡掉的被提名人自告会连续拜会国民党团、民众党团，潘明安透露有信心。吴思瑶指出，真侪被提名人是法界拜头前也是老朋友，希望12月20日的投票表决有好的结果。
那被党团虽然表态欢迎拜会，不过绝对会心好心软。国民党李干受到点名姚立明，选前的时阵抹黑攻击在野党。赖清德在竞选的总主委竞选期间是抹黑攻击在野党，现在华丽转身成为大法官，成为司法院的副院长，我想连民进党委员都是看不下去的。针对这一次的大法官的释宪的立场啊，这些新任的大法官，他们如何解读这一次的宪法释宪嘛？哈，那被立委也出题。国会这款修法涉宪案加废止立场，拢会是审查大法官被提名人的重点。另外，立法院指导公布审查考试院真数案，考试院院长被提名人周鸿宪讲到，这场霸凌案件做出承诺，那得到立宪进兵，会赶紧修法保障公务人员。上任后将立即责成院属相关机关，严厉将职场霸凌相关措施提升到法律位阶。周鸿宪表示，同意制定公务人员保障法的反霸凌条款，将霸凌提悬到法律层级，建立友善的职场环境。考委人事同意权会在12月17进行投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上新的消息，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达表示，伊的内阁是已经批准美国倒桥的以色列甲黎巴嫩真主党的停火协议。真主党嘛回应讲，因是会先确认这协议的内容，甲真正桥的感冒相像。美国总统拜登就表示，若根据协议，是对当地时间27透早4点开始，以色列甲黎巴嫩的边境就会停火。昨天，以色列内阁会议展开进程的几点钟，以色列对黎巴嫩贝鲁特甲南部郊区进行一摆又一摆上密集的攻击，佮发出真济而且以前捌听过的特例警报。内阁会议登场的时阵，纳坦雅胡表示，伊支持由美国提出的停火计划，也因为受到全球高度注目，最后内阁核准的东方消息传出。אם חיזבאללה יפר את ההסכם וינסה להתחמש, אנחנו נתקוף. אם הוא ינסה לחדש תשתיות טרור בסמוך לגבול, אנחנו נתקוף. אם הוא ישגר רקטה, אם הוא יחפור מנהרה, אם הוא יכניס משאית עם טילים, אנחנו נתקוף. יש 3 סיבות עיקריות. סיבה ראשונה, התמקדות באיום האיראני. סיבה שנייה, רענון כוחות וחידוש מלאים. וסיבה שלישית, להפסקת האש. ניתוק הזירה ובידוד החמאס. 纳坦雅胡表示，补充库存是因为武器军备运送严重延前，这不是秘密。相关问题真紧就解决。鼓励哈马斯是因为为战争第1天开始，哈马斯就硬帮真主党甲伊斗阵作战。那真主党退出哈马斯今年孤军奋战，以色列最后目标是撤回进击。真主党伫以色列方面的相关消息发布之前已经表示，还未看到停火计划最后版本。第审官由地方政府签署过协议了后，确认是甲进前黎巴嫩官员同意的内容同款。真主党当然希望结束侵略，不过唔少互黎巴嫩国家主权付出代价。目前外界也无清楚停火协议确实内容什么时阵有效。这协议对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无影响，这冲突无结束现象。另外，这停火可能影响伊朗甲以色列关系。伊朗支持真主党甲哈马斯。伊朗、以色列今年捌2摆交火，即马伫黎巴嫩战火停落来，拢希望降低伊朗、以色列各战争的可能。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美国前总统 Trump 佮当选后一任，这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就针对这司法部未起诉在位总统的政策，撤销2项对 Trump 的指控。另外，这 Trump 是继续甲贸易战催案，宣布就任了后会针对墨西哥也有加拿大进口所有的商品扣25%关税，也若是对中国的，是会对本地的关税搁踏10%起哩。美国现任的总统川普，如果伫社群媒体发文，呛讲就任的第1天就要对附近的加拿大、墨西哥进口美国商品扣25%的关税。另外一条大文讲，要对中国的商品另外加扣10%的关税，幅度是比之前呛的搁较细。不过目前中国的商品进口关税基本上拢是25%起跳，
产生电动车一寡特定的商品关税甚至有到100%。中国驻美的大使馆回应讲，无药证或者是关税税拢袂有赢的人。川普伫大本中佮美讲大量的非法移民通过墨西哥佮加拿大迁入来美国，致使毋捌有的犯罪佮芬坦尼、阿片类毒品的问题，佮谴责中国食药素，承诺防止国内芬坦尼外流，拢无照做。因安尼对这3国的关税措施会继续到问题解决为止。中国、墨西哥佮加拿大是美国进口商品前3大来源。川普这个举动等于是推翻2029年，佮伫第1年内达成和墨西哥佮有加拿大的贸易协定，这大大影响到加拿大佮墨西哥的出口，美国产业也会受伤，也造成美中贸易进一步恶化，引发通货膨胀、地区不完球、拍乱供应链。消息一出来，美金随起，加拿大佮墨西哥的货币佮人民票拢当跌落来。现在川普身躯顶派真侪条官司，也伫当选了后顺利过关。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宣布放弃对川普头一个总统任期结束了后不当处理机密文件案的上诉案。现在川普和指控想要推翻2029年大选结果的案，法官也伫史密斯的要求之下同意撤销。史密斯讲，无追究这2案是根据美国司法部无起诉在任总统的当年政策，不过寻求以无损害权利的方式撤销，保留川普下任了后重新起诉的可能性。川普团队表示，这是法治的重大胜利。川普伫选前有4个大官司，包含复合肉片名册封口柜、代替改掉商业记录的这案，已经互判有罪。胜选了后，陆平宣判无限期延后。另外，2029年想要使人推翻交伫亚洲的选举结果案，目前犹原伫交伫亚洲的法院。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今仔日国际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头先来看，这日本的媒体是亚康，美国甲日本后个月要针对台湾出代志，制定头一个联合军事计划，包含这伫咧日本的西南岛市，还有菲律宾等部署军队。不过菲律宾的军方暂时以这消息无经过证实，无回应介济。佮强调讲，若是台海冲突升级，因是有家己的应变计划。接落来看这法新社报道，要求把这巴基斯坦前总理伊姆兰汗放出来，示威群众的车队是对仪式开始就向伊斯兰马巴德去，警方是对因写手令枪支甲催泪瓦斯双方起冲突，国家安全部队有4个人殉职。上尾来看南海主权的争议，有2只中国海警船出现伫咧马来西亚沙巴外海专属经济海域入侵巡逻，引起争议。这马来西亚国防部就强调讲，因是赶紧做滨海战斗舰，捍卫主权，应对海域的威胁。接落来看这宜兰警方是掌握到德联邦防震会宜兰分会是招真侪未成年的囡仔暴力偷笑，即阵警方是抓到28个人，而且这个分会伫咧罗东的档口嘛是去互查出讲是铁厝违建，地主是已经找人拆掉。配合小组也请2人一组进入一间洗车场，并且伫后壁的铁厝内底抓到违法的分子。因为警方掌握到这个洗车场后壁是德联邦防震会宜兰分会伫罗东地区的档口，内部除了有交警、分会成员，佮会压人到遮报着讨债。警方3届行动，计共抓到28名分会成员，以4代男性带头，全部按照涉嫌组织犯罪条例上班。经过调查，这个分会大量招宜兰未成年的佚佗囡仔组成棒球队，伫地方做阿爸，报着讨债手法有关9人仔，甲镜头口、喙等等。警方查到这个分会伫罗东的档口是铁厝的违法建筑，以第三方警政的策略，甲因报车管府建设处处理。因为本案属于危害公共安全治安案件，所以我们就原本定于今天要来进行强制拆除。是。到现场，因为发现违建人已经自行先办理拆除。县政府警察局查获上述案件之后我们进一步来报请我们的县政府。来拆除这个依附为生的堂口帮派这个违建
官府调查了后，认定这个铁厝伫罗东的地水防灾都市计划保护区内底有800平米的铁厝范围，无符合土地使用的管制规定，要求地主300天内保证改善。地主未改善，所以通知2日，佮唔拆除完成，会派机具强拆掉。官府联合警方到现场确认拆除的进度，目前地主家己拆除的作业已经大概完成，干那剩建筑的废弃物要处理。官府表示会要求因赶紧清掉。记者综合报道。诈骗的手法800款，敢若是这3个月来向骗去的金额都有900亿。就算讲有报案，有关受百姓受害者钱讨袂回来。昨立法院就办公听会，这银行的工会是表示讲，因真免钱咧做通诈骗，不过煞不时是会当着刁难，甚至是恐吓，实在真无奈。也若是电视协会是提醒，这境外社群平台，也佮有加密货币交易所，有可能嘛变做是诈骗的管道，都要特别注意。乌石汽车周围经历做一个包围，原来员警早一步到场，抓到诈骗集团收压榨钱的人。警方继续摆好，就等面交的共犯。人是抓到啊，不过互骗的钱敢会当约回来，佫会当摕转来偌济，这才是被害者佫较关注的代志。这个是某一个案件的虚拟货币的洗钱的路径，几分钟内就可以做这么复杂的洗钱手法。过来诈骗有源真济，受理的报案数直直增加。最近3个月财损的总金额，每个月拢有上百亿。有立委也讲，有8成的被害者甲损失讨袂回来，有人批评讲，诈欺犯罪已经变作上新的强盗产业。经过判断以后，认为真的有异常的账户，我们可能就会先设控。好，那设控之后，也会被呛呛说没关系啊，你下班小心一点。要有效拍诈骗，立委召开公听会，找来政府机关、各领域的业者参与会议，讨论安怎公私协力杜绝诈骗。不过银行工会讲，防诈骗拢有做，无奈事务的运作，互刁难、互恐吓。电视协会佮甲问题点指向 LINE、Meta 等等的企业，每天花了62.8分钟用 LINE 进行通话。那么用行动电话一天花了多久时间在行动电话上做通话的服务呢？13分钟。如果境外的服务提供者都不愿意落地，那么如何透过国内的防诈司法要求他们愿意做服务的提供？过来诈骗恶化，对境外社群平台、加密货币交易所，拢是互点名的诈骗管道之一。虽然政府强调讲，拍诈骗司法明年上路了后，就可能会当压制。不过，敢会当亲像郭部门所讲的同款，佮要看各界的检视。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高雄2奈米的新厂将机组入场，这是台积電伫咧高雄的头一座晶圆厂。高雄市長陳其邁就表示，這全球半導體需求真大，台積電提早半年來裝機組。這高雄廠若是量產了後，就當甲新竹的寶山廠來串聯，蘋果可能就是頭一批客戶。日早起，台積電的高雄廠外口正架條掛正機典禮指示路線的看板，因為台積電甲典禮定義做內部的活動，無要對外公開。不過，這嘛是台積電在高雄的第一座晶圓廠，嘛請高雄市長陳其邁來。因為全球的半導體的這個先進製程這個晶片的這個需求強勁，提早的半年的時間進機。據我了解，目前台積電在台布局先進製程的部分，包括竹科、寶山的2奈米廠。暗算明年的量產，中科是2奈米以下的先進製程，佫伫咧規劃。高雄的2奈米廠暗算量產的時間是明年，到時會當形成南北串聯，生產全球技術上先進的晶片。我嘅預計蘋果是第一批客戶。最上游乃至于到终端的这个需求，应该会持续的慢慢的扩散当中。而从客户端上面来看的话，当然也就包含了像 Apple、NVIDIA、AMD、联发科。这一些的系统以及 IC 设计大厂，对先进制定的晶片，专家认为讲市场的需求真强，但是市场更较关心讲，美国准总统川普上任了后，在关税和台湾半导体产业敢会产生变化。台积电前董事长刘德音参加颁奖典礼受访讲，没有变化，不会有什么变化，因为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的利益跟美国半导体产业利益基本上是类似的。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做制造，美国的半导体做设计，才造成今天美国半
半导体产业的领先，其实是互补。针对台积电海外布局，对美厂和日厂工程师有啥物差？老地因讲，拢有家己的优点缺点，每一个所在都开始拢真困难，但只要继续维持技术领先，抓准 AI 机会，台湾的实力会当搁扩大。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立委洪新汉接劳动部长，不过台湾适龄者家庭看护雇主协会是认为讲，这洪新汉伊过去的立场是较外移工，无顾台湾适龄者家庭的照护需求。另外，这协会嘛要求爱提查就业安定基金这30多年来，这9000亿到底是用去对？嘛呼吁政府就爱停止甲适龄者家庭逐个月收2000块的就业安定费。还我就安基金，平征残障税。雇主协会带适龄者家庭向新任的劳动部长洪新汉发声，针对前部长柯明春和亚康讲，疑似恶意用就业安定基金来办演唱会，协会主张彻查30几年来几千亿基金用去倒，也呼吁对适龄者家庭停扣每个月2000块的就业安定费。今天移工不要做了，他选择逃逸失联。他被抓到了，买的机票钱哪来的？就业安定基金，他跑去安置中心接受安置，这笔钱又是从哪里来的？一样就业安定基金。协会也质疑讲，洪新汉立场长期偏心移工，无重视台湾适龄者家庭的照护需求，亲像是家庭看护工，雇主也未得到照护进前，就爱付外籍的看护3工的薪水。这款入境一站式的服务，就是洪新汉立委期间所推动的。原来移工团体是认为讲，爱重视移工和雇主或者是中人报销的情形。我是挺劳工，本劳移工我都挺。有一些家事移工，他是受雇于严重失能的弱势雇主，这部分我会邀请卫福部来一起讨论。雇主怎么剥削他？我们的移工的聘雇的成本是新加坡的几乎2倍，从来没有在讲你要怎么履行合约，包括洪申翰。今天已经变成部长了，他们主张移工可以来台湾之后任意更改雇主，雇主在剥削你吗？不是，那你是在诈欺我们吗？台湾立委同款呼吁劳动部重视欠工的影响，也有平衡看护甲被照顾者的权益，互适龄者的家庭支持。外籍移工有人权，但是难道台湾的雇主没有人权吗？有自己重症失能者都在那边会哭说，他说他如果可以的话，他愿意选择结束生命，他不要去拖累他的家人。移工也有一些基本的条件跟保障，包括福利。我们的长照3.0如何挹注在本劳以及移工的政策上的经费的协助啊，那让我们真正失能者有需求的人可以找得到人来照顾。目前国内适龄的移工人数有88000多人，雇主协会除了反对非法的移工就地合法，也建议对用违法劳工的雇主甲中人提出处罚，避免其他行业对适龄者的家庭抢工。记者综合报道。新冠疫情过后，咧国内护理人员是真欠卡手。台北营总的引进辅助护理人员协助这临床的工作。这半年来，护理人员准时下班的比例有增加，洗头的比率冇下降。新冠疫情过后，护理人力大规模流行，地区部分病院出现有床无人、未必关床的问题。为破解护理人力困境，台北营总试办技术混合照护模式，也就是引进护理辅助人员，俗称护组，协助护理师临床工作，比如倒3工带夜病人冰心，管是这非专业性的照护。想不到半年来，护理人员准时下班的比例增加，离职率也明显降低。我们有实施跟没实施的病房，有实施的病房离职率是有比较低于我们全院的离职率的部分。主要就是照护人力没进来，护理人又不够，但是这个成果是好的，因为这个可以帮助护理人员，所以护理人员的离职率会降低。因为台湾每年会进入超高龄社会，加上少子化影响，工作人口每年下降，各产业都面临欠工的问题。依家呼吁政府应开放给病院聘雇外籍护组，分担病房护理师的工作压力。我们是不是要引进外籍的护佐？但是绝对不能占到我们的护理师的人力，因为不能影响到你们，但是要分担你们。慢性病床跟这个长照机构，那么可以聘请这个外籍移工来协助这个照顾
生活照护的部分。医院的急性病床是没有在这个里面。健保署长赵东良强调，会甲劳动部进行跨部会建议，是不是开放病院评估外籍合作？另外，今年8月开始也推动大院整合照护服务示范计划，也就是真侪大院病人共同请一个看护。唔但减轻家属的负担，也减轻护理人员工作负担。目前已经有109间病院参加，已提供5000个床位。记者综合报道。对今年开始，台北捷运公司是推出 AI 理会服务人员，在车厢的温度、倒水，也是讲紧急的状况，拢会当斗3工。不过，这是现到单通报紧急状况的1个月是无到10件，捷运警察到场处理的1个月犹原是有50件以上。这个 AI 效果就引起质疑。查甫人雄雄失去控制，用来拍车门，一直行来行去真不安。喙阁细细念，这个穿乌衫旅客情绪无稳定，阁雄雄甲门站几落下。站顶保全拢来啊！代志是伫2日早起7点外发生的。查某人坐淡水信义线，伫列车行的时阵出现奇怪行为。北捷回应无影响营运，嘛提醒若是行为有妨碍行车安全的记录，阁口劝唔听，会当依照代捷法罚上悬7500块。我知道有一个那个按铃的那个按钮，旁边那个紧急按钮按下去就应该就可以跟那个站务或是车长通话。台北捷运发生突发事件，大部分的人甲即届同款，拢靠对讲机通报。其实自年11月开始，台北捷运就推出 AI 智慧客服，不过伊实际的作用，未少乘客无清楚。不知道要干什么？客诉吗？接客诉吗？给乘客一些比较立即的反馈吧。为空调温度、饮料车倒去，也是紧急的事件，拢会当用这套系统随通报台北捷运。官方表示，每个月有11万人使用。成果看起来是真济，不过主要拢伫问物件拍无去，反映经济状况是敢若占个位数。甚至线顶的通报问一项讲一项，都爱一个一个问才当完成通报，都惊延误到场处理的时间。乘客间行走碰撞纠纷或者这个偷拍性骚扰，可以立即按下捷运车厢旁边的红色紧急通话钮，或者拨打110报案。就连捷运警察嘛讲，若是有突发状况，建议就用对讲机，卖当直接卡110。台北捷运 AI 客服功效互人质疑，颠倒民众发现系统会当解答其他问题，亲像要求写停息，搁较去网友做伙测试。台北捷运回应爱民众自律，卖乱用公共资源。记者综合报道。彰化八卦山又有人去偷盗废弃物，伫咧这花坛乡有2个村，是一个较挖山区、较压贴的产业道路，拢去互偷盗粪扫。环保局就强调讲，是甲警方同齐追查，嘛争取这环境部的补助，来将这 AI 电子围篱来监控。规个马桶倒伫路边，也阁有太路红毛土架，也甲油漆嘛，互人乌白蛋。彰化县花坛乡八卦山区，互人乌白岛建筑甲装潢废弃物。当地村长表示，这个所在是彰化139县道边仔的产业道路，因为地点较压角，而且无监视器，不法人士拢是半暝开小型货车来倒的。这个拍倒2届啦，这个算也小台车来倒，大台呢大台举头啊唔敢举，落较下啊拢即摆来倒落去，即摆来。要清就奖金。村长讲，当地乌白道毋是头一届，真济乌白道的所在有3位，其中一个是本来要做闪车使用的。另外，隔壁盐石村大岭巷的步道，拢出现真济废弃物。八卦山若亲像不发业者落园。彰化县环保局表示，今年伫八卦山已经查到25件偷盗事件，其中10件有掠到行为人，拢依法开罚，并要求清理恢复原状。后续会请警方调阅路口监视器追查，并加强山区的巡逻。到的那地方，在派出所那边就有加强巡逻，然后去针对周边那个监视区调。环境部那边有一个计划，就是它可以架设那个 AI 电子围篱系统，追踪有载废弃物的车辆。环保局讲，会甲环境部争取补助，装设 AI 电子围篱系统，互犯案的车无法度走闪，彻底解决八卦山偷盗粪扫的问题。部分案件目前等等待司法的调查，完成了后，就会要求行为人也是管理单位赶紧清运。记者综合报道。竹啊去红合作绿色的金马，这高雄的顶那是有超过1.4万公顷。
农业局就推测用机械来操竹仔，这操落来竹仔会当做工艺品，嘛会当甲家政妇来照顾土肉，搁较有利业价值。竹仔放入去破喙机，连面就要加喙做成糊。用机械操竹仔的速度，确实有影比人工要搁较紧。这个家族郑德顺种到第3代罗定南，伊表示过去农民会固定操竹仔翻新，不过这几年农村人口哪来哪少，真侪竹仔有几啊十年拢无翻新，竹仔的健康状况嘛哪来哪歹。状况较歹的部分，我会甲伊拍成糊，拍成糊了就作为水土保持的一寡铺料，土壤啦会使保持会掉，较袂拄着大雨就流失去。根据统计，高雄市竹仔的面积有超过1.4万公顷，不过竹仔老化会影响减碳的效果。高雄是全国头一个推测用机械操竹仔的示范计划，保留生1年的母竹，让竹仔会当重新成长，加强碳排的能力。竹哥会当完整保留落来，让在地社区协会发挥创意，做成各种民生用品甲艺术品。竹仔即摆使用率就较无遐悬，利用竹仔要搁互伊再利用，无伊加的变腐嘛是无去做无采，所以我感觉竹仔要做是会使，只是讲爱有一寡技术者来甲咱指导，做一寡。咱毋免讲做甲足精美的物件，利用迄个竹仔，搁来做讲咱所有需要的物件。运用机械取代人工，互竹仔再生，毋但提升生态环境的效益，结合地方创新，嘛重新找到竹仔的经济价值。记者邱朝阳高雄报道。第12届市成名杯国际小棒赛伫咧中华举办，昨是比赛上尾天，这桃园的龟山国小摕到冠军2连霸。来自桃园的龟山国小少棒队对战韩国少年队，要来拼第12届市成名少棒杯的冠军。龟山少棒队的总教练表示，今年有不少实力坚强的球队参加，一路拍入冠军赛真无简单。这届外国队的实力有哪比咱较好一寡，因为因的组队方式跟咱无同款，可能用俱乐部的，还是讲足侪个组起来，甲因拍无遐简单拍。棒球就是要大家合作嘛，只有合作才可以拿到冠军，这样。最后，龟山国小以11-7的分数摕冠军，完成2连败挑战。头摆参加市成名少棒杯的少年队就讲，台湾球队的基本功夫真在，是真值得尊敬的对手。대만 아이들은 기본기가 너무 잘 돼 있는 것 같습니다. 그래서 뭐 아이들이 작다고 뭐 힘이 없는 것도 아니고 기본기가 너무 잘 돼 있어서 사실 경기 하나하나 할 때마다 좀 힘든 경기였습니다. 애들끼리 좀 단합 열심히 해가지고 결승 온 것 같고 한국은 추운데 약간 애들이 더운 것 같은데도 열심히 해서 결승 온 것 같습니다. 市成名棒球发展协会表示，办比赛最主要就是要让学生选手累积经验、甲国际交流，但是要杀青少棒的活动，找经费是上大挑战。基层的棒球这块，你也要培养好的人才，包括小朋友，你要互伊会当拍个职棒啊，各方面来讲，那这个资金是上大的问题嘛，赞助金是上大的问题。即阵台湾棒球摕到世界冠军，棒球正做大家讨论的话题。主办单位嘛，希望有更较侪人做伙来关心台湾基层棒球的发展，互介意运动的囡仔有发挥的舞台。记者杨淑成中华报道。去向合作英国上伟大摇滚乐团 Beatles， 最近上新的纪录片当中是记录因头一届去美国造成轰动的画面，咱做伙来看。What do you like about the Beatles? 1964年1月初9，披头士是第一摆伫美国登台演出，小音效甲真厉害的歌迷是足因的车，甲华盛顿露天体育场客甲满满。这场景即马伫新推出的纪录片内面，第一摆互大家知。出身这个作品的奥斯卡大导演马丁·史科西斯印象阁真深。I remember it vividly. For me, it's kind of it's really interesting for the audience, the younger people, to see this and understand that there was no British music scene before that.
比如是伫1960年伫英国的利物浦成军，伊当阵无人想到这4个查某囡仔，可有激情色彩的创作专辑，伫英国水称红，甚至阁超过英国，甲美国流行音乐市场嘛收落来。When we came, it was quite shortly after Kennedy had been assassinated. Maybe America needed something like the Beatles to be lifted out of sorrow. 比如是创作要角之一的保罗·麦卡尼伫片内面讲，因为去掠着少年人爱讲的词，可能就是传了红调的关键。We'd written the song "She Loves You" in the next room, and my dad was in the other room, so we came in to play it to him first time. She loves you,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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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he's going. And at the end of it, he said, "Boys," he said, "it's not, it's very nice, but couldn't you sing 'She Loves You'? Yes, yes, yes." He said, "There's enough of these Americanisms around." 比如是虽然伫1970年代解散，开始行家己的路，后壁约翰南农伫1980年，互人开庆单时，乔治哈里森伫2001年的11月，因为肺癌过身，敢若剩保罗麦卡尼和林哥斯达，即马嘛是继续伫乐坛拍拼。经过超过半世纪，因当初时去到美国，结果变作全球的大名气，因的音乐嘛继续启发未来的音乐人。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最后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15度到20度，中部地区15度到23度，南部地区16度到25度，东部地区15度到23度，外岛地区14度到21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眉，祝您平安顺心，再会。